哇，杨妹妹，杨妹妹，用念得嘞呀！来，贴贴啊，贴贴贴贴，我位小朋友啦，用念得嘞，念本我哋现场嘅朋友来谈一。什么样子嘛？那等一下，好来，等一下，等一下，来，就你好了，好不好？好了，像刚刚那个，再念一小段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听一下。好来，开始再一遍。他很害羞。来，要不然就换你再念一遍给大家听。来，大声一点。有妹妹，继续，继续。杨妹妹是强臭，强臭有蜜头红，红头引来妹妹妹，唔知冲啊个狗用，有妹妹妹妹，心情好妹妹，悠悠个毛，细细个个，将爱妹下做的毛妹妹。掌声鼓励，好棒啊！好，我们谢谢这一群可爱活泼的五泉国小附设幼稚园的小朋友带来精彩的演唱。来，再一次敬礼。阿斯哥拿灯，杨妹妹。好，来，紧接着呢，我们是邀请到我们高德幼稚园高德幼稚园带来的演出阿妹最爱跳嘅舞啦好，让我们掌声分享高德幼稚园出场。紧接着第二首是水果歌。这是一个像是一个跳到是一个冲两个冲一脚是一个个你个好唔好？哈！
谢高德幼稚园带来这么精彩的水果歌哦。好来，那么我们2009年高雄市客家文化艺术季呢，事实上今年是已经进入了第5年哈。那么以文创啊，我们以美食、音乐、艺术为主轴哈。整个的一个系列的活动，那么进行到11月15号哈。那么这一场呢，是我们高雄市27所托儿所、幼稚园的母语教学的成果发表会哈。那么非常非常的精彩。好，那么紧接着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智信幼稚园哈，哇，中班的小朋友年纪都够强哈，够细，你看。事实上，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舞蹈表演呢，我们在语言的学习上面呢，更是加快了速度，而且是有情趣的哈。那么是有意境的，因为客家童谣是押韵的哈，是押韵的，非常非常的有趣。我想，今天如果从早上到下午都在场的好朋友呢，也一定能够朗朗上口，哼个几句哈。那最起码像天空落水啊，也会讲哈。那像我那个水果歌呢，什么江州香啊、江州旺哈、江州弯弯像一讲哈，我都听到已经背起来了。可见这是在我们客家词曲创作里头的音韵非常非常的美哈。那么耳熟能详，而且能够朗朗上口哈，来帮助幼儿呢学习那个语言还有肢体动作的表现，好，冇简单哈。我哋可能是，我哋講是學位費提啊2年安短的時間來推廣我哋客家母語的教學哈。哇，我哋嗰樣事哈，真是具有福氣哈。有按好嘅公家單位提啊，就會同我哋通下來推廣，我哋自家客家人的客家嘅母語哈文化推廣。好來，哇！我们台上有好多杨妹妹转头哈，有5位拍个勇哎哈 ，OK 好了，亲爱的乡亲好朋友，我们还是一样，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一群活泼可爱子信幼稚园小朋友带来的勇妹妹。强
谢谢这一群可爱的小朋友。我们客家的童谣的吟唱哈，有它一定押韵的曲韵呐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待会我们台上的那个家长或好朋友们哈，可以一起跟着我们的那个音乐声呢，可以一起唱一下哈。因为其实当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哈，高头玩嘿。快乐的哈，可以做生意呢，真是相当的幸福。那么今天在活动现场追风广场的两侧周边呢，也有我们客家美食哈客市集。那么更有手做 DIY 的活动哈，也有客家的像安尼的新灯板呐，吼舞板喺现场来卖，哈相关的活动。安尼全部睇见家，安尼现场的好朋友全部都看得到啦哈。所以呢，今天的一个活动呢，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来了解客家文化，发现客家文化，喜爱客家文化，客家人很热情的哈。客家人是热情的。好，那么紧接着也是子兴幼稚园了，那要带来的是哇，八公八婆哈，冇带多久哈，个冇带多久啊哈。好来，我们再请我们的子兴幼稚园小朋友，好，那么带来的八公八婆，来，再热烈掌声欢迎他们。谢谢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啊，八公八婆，哇，按好听的歌曲啊，按好听的歌曲。好，小朋友再讲一遍客家话，那来了，再讲一遍，再说一次，来，那来了，哎，它意思是，如果闽南话就是五言来接啦哈，那如果国语的话就是有空怎么样？来坐，哎，客家是好客的民族，所以今天呢就是爱哈客，这是我们的主轴哈。好，我们热烈的掌声来给我们的子兴幼稚园。好来，那他刚刚呢歌词里面提到哈，八公八婆哈，
无吃鸡，无吃鹅，无吃鸡，无吃鹅，吃的阿伯香必破，好，猪肉了，穷用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在早期呢，我们家家户户呢，在乡下都会养鸡养鸭哈。那个时候呢，吃鱼吃肉啊。不是现在那么样的普遍性哈，那么只有在过年啦、晚福啦安尼的时间，咱吃的都鸡肉、鸭肉哈。但是同时间呢，人哈如无嘛有事哈，啊个鸡的阿伯哈就过洗杂啦哈，鸡阿伯就过洗杂，所以呢，那我讲啊，吃个阿伯穷必破，意思就是说呢。杀一只鸭子要请客人呢，可是那一只鸭杀出来像一个蝙蝠那么的瘦小哦。那个猪肉呢？要请客的时候呢，那个猪肉啊，像什么？像那个切开一片一片的杨桃片那么的小啊，所以呢，我们就会知道现在的社会是多么的丰足啊，是多么的丰衣足食哈。那早期的那个客家在农业的一个时代呢，我们那个时候保留的比较多的客家的母语。那么现在因为社会结构整个的一个改变呢。客家母语有流失的现象，但是近年来在高雄市客委会大力的推广之下呢，你们可以看看啊，今天就是验收成果。紧接着要表演的团队呢，是我们爱群国小胡舍幼稚园所带来的演出啊。它这个主曲呢，听说是给马铺子哈，就是那个那个母鸡孵小鸡那个客家话呢，叫做给马铺子哈。紧接着第二个叫做鸭鸭的哈，阿伯同阿伯，所以这时候两首的表演呢是连在一起的哈。好，那么我们就再一次借用各位的双手，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一群爱群国小胡舍幼稚园带来的鸡同鸭讲。水枪又枪，
谢谢，掌声献给这一群可爱的小朋友，我们爱群国小附设幼稚园的小朋友啊！哇！好，谢谢这一群活泼可爱的爱群国小的那个附设幼稚园的小朋友。好，我们知道呢，童谣是最能表达意境哦，然后也是最能够让人产生兴趣的一种文学的题材。借由朗诵歌谣的那个对句呢，押韵，可以帮助儿童认识各种词汇，那么以及音韵之美，进而帮助儿童阅读及提升语言的能力哈。真的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来演出的小朋友，语言能力一定是一级棒的哈，一定是一级棒的，尤其是客家语调，那个声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那么紧接着呢，我们要邀请石泉国小附设幼稚园，你看哇，已经出场哈，他们穿的衣服很可爱哈，那么像那个客家的肚兜哦，一个肚兜的一个形式哈。早期呢，客家妇女的一个穿着呢，里头就是穿肚兜，然后外面呢就是蓝衫哈，客家蓝衫哈，对完些对生意呢做啊多后生，做啊多肉哈，所以呢，我那小朋友前面都会用肚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当做他们今天的一个表演服饰的那个穿着的一个服饰，非常的有设计感哈。那么哇，为什么他们要穿这个样子呢？因为现在虽然是已经秋天过了哦，都已经快要到冬天的季节了，可是呢，还是怎么样？哇，秋老虎还是很凶的哦，还是很热，还会归压你哈。所以他们带来的一个表演的题目就跟天气有关哈。台湾呢夏季非常非常的长哈，那么小朋友最高兴的就是放暑假哈，那就是意思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放假的时节呢，小朋友很开开心心的呢，可以学更多有趣的事情啊，有趣的事物。所以呢，他们今天要带来的演出的一个曲目呢，就是《热天的时节》哈，就是夏天的时候哈，夏天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穿着这么清凉的小朋友怎么样子诠释夏天的时候。好，现场的嘉宾好朋友，再一次借用您的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石泉国小附设幼稚园带来的《热天时节》。
天的时间，哇！紧接着带来的是八公八婆。谢谢。圣蒙小朋友带来很精彩的表演，跳得很棒，很好，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石泉国小护生幼稚园在我们郑校长的带领之下啊，在乡土母语的那个推广下呢，成绩这么的一个好。紧接着呢，我们来邀请康乃尔幼稚园带来的表演啊！哇，我们今天下午的演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彩。因为小朋友呢，在练习的当中呢，有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真的，我们后台我们那个老师小朋友都会说哈。那么上场的呢，就是康乃尔幼稚园的一个小朋友哈。哇，等一下，个小朋友。我们的演出团队里头呢，不一定全部都是客家的朋友呢，来全部都是团员，并不是哈。那么不同族群的朋友也因为喜爱客家文化，然后来融入客家文化里头哈。因为这样子，因为喜欢，然后来认识，然后之后呢，哇，一起呢。好，大家在客家文化的推广上面呢，大家就可以大声说，哇，客家文化真是有好的啦哈，客家文化真是有好。哇，很快等一下个小朋友哈，这是冇简单哦，可能对下组都更加哈，因呢你發通底巴有看到。好，準備好咯，小朋友，好未嗎 ？OK， 好，我哋康乃爾幼稚園為帶來嘅水哥哥。
谢水果哥。好，师傅要扭一下吧，老师在身台有讲，第二首是碰米茶。多谢康乐幼稚园小朋友带来碰米茶。哇，亚特兰幼稚园的小朋友已經睇台彈歌嘅哈，哇，講嘅細阿妹喎，哇，我同到帶下位爸爸媽媽打招呼呢，會揮手呢，會揮手。好，準備好嘅哈 ，OK， 好。
常欢迎亚特兰幼稚园带来的第2个表演曲目《太阳鼓起茶》。带领下个小朋友来，热烈的掌声来献给我们这一群可爱的亚特兰幼稚园的小朋友。老师也谢谢您哦，很用心的那个母语教学的成果哈，真是冇简单哈。我们伫哈客家母语教学要对新人的开始哈，特别落古语言讲一句话哈，胆敢做个做顺来，好，有嘛个意思呢？就会俺们的开单的胆敢哈，特别呢都会用竹笋哈，都会竹笋，就是我们的那个扁担呢，其实以前呢是用小小的竹笋生长出来的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走过的路是慢慢累积的哈。那么落叶生根啊，落叶开花哈，在整个客家母语教学的成果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哈，就像我刚刚讲的，胆敢做个竹笋来。好，你要有成就，一定要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立基哈。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这一群活泼、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带来这样的一个精彩演出，就知道我们客家母语教学的落实成果哈。好，那么紧接着呢，我们是邀请静怡托儿所
的小朋友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啊！哇，要用音的嚟呀嗬，我哋客家童謠嗬，本來都用音的嚟嗬，音童謠嗬，我哋客家歌秋記啊嗬，全部都有押韻嗬，用音童謠，用音的嚟嘅方式，我哋看嘅小小年紀嘅小朋友嗬，讓我哋同童謠念出嚟，念出最神奇嘅味道嗬，嚟幫大家人嚟彈嗬，像我頭頭講嘅啦嗬，膽敢做歌逐順來嚇，都係啱嘅。嗱，歸秋記嚇，好嚟，小朋友睇舞台上準備愛嚟表演啦嚇，我哋念同時伴大家彈嚇，嗰就等下我哋現場嘅好朋友金子嚇，我用我哋錫子連順、錫花蓮盆嘅精神，當作我哋嘅肢體共用，用最熱烈嘅掌聲來歡迎一群安定一下嘅小朋友，掌聲鼓勵他們，歡迎。
谢谢这一群活泼可爱的小朋友，静怡托所带来的一天的世界2拜哈，三下来哈，一天一团各位 tip 嚟介绍哈。我哋高雄市有2团最出名的表演团队啦哈，一个人到做马鸡，一个人到下旗鼓哈。一2团听我哋李龙峰老师两头之下呢。最好的成绩俾大家，相信伊能出从一天会得到我们全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伊能平常时的训练的成果哈，大家也都低哈，贵属市的表演团队哈。来，我们现在就以热烈的掌声来邀请我们的李龙峰李老师，掌声欢迎一下。大家好。哦，伊来我们贵属市的好朋友哈，我们是屏东人的哈。哎，屏东人。屏东人。不过我今个是高雄的客家人呐。哦，伊高雄的客家人。高雄客家人。我哋唔单止咱屏东人咧，我哋玩腔庄人咧，我哋玩腔庄啊，后轮庄人咧，哈，真是亲情故乡情嚟做高雄市，说高雄是客家人，係我哋高雄市的福气啦。哎呀，真是伊的福气。高雄真好，住高雄真好，在高雄当客家人也很棒。真的哈。感觉很好，很有精神。接下来哈，各位乡亲啊，今天哈太阳看起来很亮，但是又不会晒人，风很凉，但是又不会下雨，最好的表演时间到了，先打一阵大鼓，这阵大鼓叫做1、2、3，换成国语叫做1、2、3，大家加油！好，热烈掌声欢迎1、2、3，1、2、3大鼓演出。好，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的乐器主角之一，就是这一个小拔。为什么要把它搬出来呢？又不会讲话，但是很有历史意义。7年前他就跟着我了，到现在还能敲。客家人哦，克勤克俭，可以上 cam 了。这里有好多的朋友，像那一对夫妻啊，7年前还在追来追去。现在已经2个娃娃了，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他们当客家人的忠实的观众，很多事情1年、2年、3年、4年、5年、6年、7年了，请大家支持我们，跟我们一起努力。我相信高雄市的客家我某穷央了哈，我亲某穷央，接下来，人家说要世代传承哈，接下来辣妹来了，那个幼稚园的赶快过来一点哈。辣妹姐姐来了哦，好，辣妹姐姐来了哦，要跳哈，你们都会跳。如果你要跳的话，一起来跳。这一首叫做《青春舞曲》客语版，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他们，青春舞曲。一飘下山，天空汹涌把航來，花兒茶了明豔晚氣洶湧嘅開，將將調的比模樣中，愛記長春調的。
用无归来，唔好安尼哟，唔好安尼哟，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一条下山天空汹涌把风来，花的车了明艳晚霞汹涌地开，长长条的美无样走，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唔好安尼哟，唔好安尼哟，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动一动啊，活动身心。一条下山天空汹涌把风来，花的车了明艳晚霞汹涌地开，长长条的美无样走，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唔好安尼哟，唔好安尼哟，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一条下山天空汹涌把风来，花的车了明艳晚霞汹涌地开，长长条的美无样走，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唔好安尼哟，唔好安尼哟，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唔好安尼哟。唔好安尼哟，爱给青春跳的汹涌无归来。突然掉马看到秋马，捉住了呀，前公司啦，公马该发。疯疯嘅頂龍花，瘋瘋嘅頂龍花，一蕊一蕊開出新嘅花，松松對對萬人花，松松對對萬人花。风风景景浪花，困在山腳下。這場世啊美喜不切花，久久的等一下。風風景景浪花，點記你花。這場世啊過喜吹浪花，天天大大揚情感。愛來在眼淚中哭，表示愛對你嘅心啊。愛來在眼淚中哭，希望你加倍愛。風風景定浪花，風風景定浪花，一縷開出新嘅花，鬆鬆點點百年花。風風景定浪花，困在山腳下。這場世啊美喜
花，松松顶顶白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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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不然调子好讲法，七做八做叽叽喳喳，不然调嘛看到手嘛，足村的人亲公司啦，讲嘛解法。不然调子无通道，含气汹涌叽叽喳喳，叽叽喳。不然调子好讲法，七做八做叽叽喳喳，不然调嘛看到手嘛，足村的人亲公司啦，讲嘛解法。不然调子无通道，含气汹涌叽叽喳喳，叽叽喳。这首歌是说，要小麻雀一起讲话，妈妈在骂他。哦呦，高难度，拍手一下。为什么不去工作，一直在讲话啊？结果呢，小麻雀还是不理妈妈，继续讲话。好，要结合了。来，Go！哎，不错哦。哦，这是超级成功的哈。这是去年全国客语生活学校特优第2名的作品。不然调子好讲法，七做八做叽叽喳喳，不然调嘛看到手嘛，足村的人亲公司啦，讲嘛解法。不然调子无通道，含气汹涌叽叽喳喳，叽叽喳。接下来是夏天的时候，蔫舔给时间。好热啊，好热啊，天气好热啊！三个日日到，暑到千无依，风采都无赛，叫我来三马，跳马尾用西后，丝丝不离巢，公主水上风海伊，连忙在人秋水耶。三个日日到，暑到千无依，风采都无赛，叫我来三马，跳马尾用西后，丝丝不离巢，公主水上风海伊，连忙在人秋水耶。来，我们一起来帮他们打拍子了。来，火车过山洞了。三个日日到，暑到千无依，风采都无赛，叫我来三马，
谢谢各位，不要动啊，给他们拍手拍久一点啊。来，经理，这种小 baby 哈、跟着我3、4年了，每天都在我家跑来跑去。那因为我想今天很多幼稚园来嘛，嗰度幼稚園來創嘛吼，所以呢，啊能貼準備歌唱同戲劇，本各位來欣賞。嗰類嘢呢，都竟然鐵有天命嘅，怎麼假釋好了，眾賞分享。莫大莫地应验莫，伢子家公们如何应验的哟？路途安然，唔知会归来么？会啦，唔是小丽，阿妹，阿姐，怎么搞？无唔错，根本人向眼从意，一天会归来啦。放心啦，绝对冇问题啦。唔等两字呀，又会记得啦。唉，我也嫁出去就是他人嘅辛苦诶，奈还会想阿妹啊？上，当然上啊！上乜嘅啊？上乜嘅出榜個好哦？答对了100分，就会上阿妹煮嘅菜。講到菜，嘿哦，早頭烘嘅火唔知會踢爛麼？落去看看啊！好啊。一公小菜肉，上來地，口來講，一公都好動昂，下公我係擺兩公，兩公又係一類法，那半阿妹就妹架，上到妹架燒下下，來去就妹架哦，小菜肉，上來地，口來講。一公都好動昂，一公都好動昂，下公都係擺兩公，下公都係擺兩公，兩公叫下一類架，兩公叫下一類架，那半阿妹就妹架，那半阿妹就妹架，上到妹架笑哈哈。阿爸阿妹，我哋歸來耶！阿姐，自從阿妹歸來喲，夜亮乾後條送本阿爸，阿爸你咪身體會健健康康，長長久久。也有2塊發富誒，送本阿妹做欣賞，做起來一定會親得體中人哦喏。唔得兩公婆真會大聲哦。那都幾人呢？好話啦，大家拍肚幾嘅好，晒從做路拍咕咕咕呢。安尼好，煮菜炒搶西龍嘅喲。那落去看看呐。阿妹，我最好是唔煮嘅菜，唔知根本伊有嘛嘅好料嘅啊？嘿啊，有乜嘅好料嘅啊？有，當然嘛有。出菜搶西
先来一份猪肚炒鹹菜，豬肚炒鹹菜。猪肚鹹菜最甘味，常來吧，滿足卡，滿足卡。哇，不用哦，俺想認識到，唔得看呀，高麗菜房最一味，高麗菜房，一排。
手下小朋友。紧接着带来的表演曲目是《仙人掌》。哇，我们金牛顿脱所带来的仙人掌啊！哦，按姿势哈，按等一下个小朋友哈，哇，按姿势哈，神梦人，好来，哇，做嘛呢？我连话两上了，因为等一下我演出的胜利个时候，护士幼稚园的小朋友，今天有没有唱神梦人按姿势？对呀，这边可能可以看得出来，客家足球真是一个好客的民族啊，是一个好客的民族。好，那我们请胜利国小护士幼稚园的小朋友出场为我们演出一样，按姿势神梦人哈。
个时候带来的表演，继续八公八婆。爱是你就是，不是俺也无奈何。
群小朋友可爱小波的台下的一阵的那个笑声哦。好，来，起来，站起来。唱礼，好，敬礼。港车开港，谢谢大家。看右边，向右转。谢谢鼎新国小附设幼稚园小朋友那么可爱、天真、活泼的表演啊，演出真的是很棒。其实小朋友呢是天使哈，我一直在讲说，真的是儿童是非常非常的天真跟可爱的啊。有当过小朋友的那样子的童年的一个时光，是在人生的旅程当中非常的珍贵。然后而现在呢又加了一个学习啊，就是母语客家母语的一个学习，让小朋友的人生更丰富哈。那也让他们的一个不管是语言的学习啦、肢体的动作啦，还有整个的一个表达的能力呢，大大的提升哈。这个就是来学我们客家母语之后教学之后演出的整个的一个附加的一个收获哈，我想现场很多的那个家长呢也是对这样的一个教学最大的支持者哈，也抖掐各位家长哈。好，来紧接着最后的压轴啊，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有27所我们幼稚园的演出啊。那么最后一个压轴是我们新上国小附设的幼稚园啊带来的一个演出哈。亲爱的现场的好朋友，我们一样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新上国小附设幼稚园带来的精彩演出《天公落水》。